大家好，隨住政府積極推動城市經濟，喺過去一段時間，香港可謂非常熱鬧，多個大型活動及會議比比皆是，成功為香港吸引咗大量嘅旅客。香港喺3月接待咗超過340萬名嘅旅客，按年增加約12%，而零售界亦反映市面人流明顯增加，對生意有一定嘅幫助。當中特別想講嘅係銅鑼灣區，呢度除咗係遊客必到嘅區域亦都係品牌進駐嘅首選地。繼早前成為麵包烘焙店嘅寵兒，最近亦有著名零售商名創優品喺東角道開鋪，計劃將佢打造成品牌嘅潮玩新地標。佢旗下嘅玩具品牌早前與日本動漫合作推出產品，極受市場歡迎。相信佢嘅進駐能助力銅鑼灣發展成潮玩嘅集中地，帶動大量人流，拉升鋪位價值。現時銅鑼灣嘅鋪位入場費及租金跟高峰期相比仍有大量嘅水位。投資者應把握現時入市良機，進駐物業升值潛力極高嘅銅鑼灣。